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知台语金曲歌曲李德新由古落底出名的歌曲，其中一题歌名就是“足香足香”。若是要形容香，咱买当讲是香讲讲讲讲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讲读讲讲第三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讲的意思就是献，咱讲贡献。若上等的物品，咱讲是贡品。若是讲要呈现宝物贡品，就是进贡。贡嘛是古早用来算亩丝的数量词，像讲一贡丝线，卖当使用来形容面段，像讲花贡。另外，古早有一个较特别的贡，卖当用来形容吸收营养，像咱讲人参一直贡。也有咱知影金门的名产有贡糖，嘛有真侪人爱食贡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贡献，会当讲是有功劳，嘛会当讲是无条件甲财物献予别人。第二个词读做香讲讲，这是用来形容足香足香的气味，嘛有人讲讲讲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出名大紫西用尽心力来推广在地食材，替故乡美食料理做出正大的贡献。伊亲手控的卤肉汁，片起来香讲讲讲讲香，声真济真是客主顾客专工来食好料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讲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